各位大家报告的根本，我们为什么要教育？好，为什么要听法？我们为什么要修行？好，这些重要的道理呢，透过这很简单的话来给各位大家互相勉励啊，互相勉励。好，净化人心是教育的根本目标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教育？世间法有世间的教育嘛，出世法有出世的教育，对不对啊？就佛法的教育，我们人间的教育，你看孔子都教你做人呐，要守本分啊，要知道要事啊，这个要有四维八德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们做人一定要有道德良心啊。那这些道理呢，都是孔子一再的提醒我们、教导我们大家。各位，那么这个教育呢，就是要净化人心。你不要险恶哦，你不要恶毒哦，你不要不仁不义啊。各位，人在做，天在看呐。你一旦往生了，到另外一个灵界，知道吗？因果是分明的，因果是很清楚的，丝毫不能代替的。所以这个，你看我们在人间的教育也是提醒你，对父母要尽孝啊，对人要慈悲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对做什么事情要尽忠尽孝，都告诉你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净化人心，让人的心不会随波逐流，不会堕落，不会邪恶，对不对？不会歪曲，那就是教育你这个。那我们佛法的教育呢，让众生知道世间一切是无我的。一切没有哪一样都是我的，哪一样是你的？你在往生的时候，一到断气的时候，你看撒手西归，什么东西都带不走。所以佛告诉你，世间的一切一样，没有一样是我的，世间一样都是无常的，世间一切都是无常。这个道理，如果你懂明白，你不贪求，不执着，不跟人家计较，对不对啊？你心怀着众生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各位心干净了，你心的干净也是在净化你的心。心一旦干净，你的灵魂就非常的光明。光明的灵魂就到光明的地点。哦，原来这个所有的教育的目的都是要净化人心，改变人心。第二，变化气质是闻法的最大受用。为什么你要听佛法？为什么？佛法的作用就是提醒你嘛，提醒你怎么样？什么叫做变化气质？如果听了以后你的气质都没有变，什么叫做气质啊？各位，你与生俱来的心理的特质，心理的特质，我们心里的观念呐，我们的想法呀，有的很倔强，有的很固执，有的很自私啊。这种你与生俱来的气质，你听了法以后，我能改变，我能够改变，我就变化我的气质，变化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我们呢，就是人的个性的特质。这个人的个性有一个特质，什么个性？情绪化、暴怒、太冲动、意气用事，什么事情不稳重啊？这个就是你这个特质，你人格的特质。这个特质呢，我们听了法了以后，我们就改变。我们一定要改变哦，我们和和气气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要有一种欢喜的跟别人相处。这个叫做变化气质。你听到法的最大的受用是什么？目的是要变化你的气质，改变你这些观念，改变你这些习性。哦，这叫气质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道理啊？原来是作用。我听法，如果你听完了以后，我还是我行我素，我过去怎样，我现在还是怎样，那你这个听法没有进步啊。你没有改变呢，你观念转个弯嘛，生命才无限宽。你根本没有转弯嘛，观念你都没有做自我这种提醒。各位，自我这种改变，那你没有变化气质，你听法是没有用的。你好像就有闻，但是你没有改变，没有用。解脱生死是修行的终极愿望。我们为什么要修行？我们就是要解脱生死，所以说这是修行的最大、最后、最极限的。我们最后的一个目标是什么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就是要解脱生死，把生死给
解脱了嘛？解脱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要了脱嘛，解开这种束缚嘛。你要脱离开这种把你束缚住的这个绳子，我们的执着，我们的贪求，我们罪的欲望，把这个绳子把它解开来。解开了以后，你就跳脱了。一跳脱，这个生死就了断。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的愿望，就在这里。很多人就是因为执着吧，太分别了，太强烈的那种贪求了，但这些把我们的心性整个污染了，心性整个污染了。那污染的灵魂，你看肮脏了。肮脏了，你这个肮脏污秽的灵魂，自然感召就到黑暗的地方。所以一切唯心造，你心创造出什么东西，以后就会到那种地点跟你相应，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，哦，我们来世间的目的是干什么的呀？除了能够净化我们的人心，要变化我们的气质，要解脱我们的生死啊！我们来世间投胎，就为了这个事情哦。各位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道理啊？有没有啊？很重要哦。感觉很好听哦，很好听哦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。